请听长篇评弹《玉蜻蜓》第15回，抢救三娘之2，由蒋月泉、姜文兰演唱。金龙娘娘怕方来大败出使我的抢救三娘，那当中的扑牙舞的还去心啊夸张，白龙口不离绑上红云，今这个扑牙舞特别细心，像看出是北方的一个红云，更是不觉。嘿，上年是扑牙舞抗力这样用为的压武机，这个红云不是这样。这次一家并无分出气水了的么扑牙舞像不为错，可能不是面孔没标志，说是安去的，也还两条性命，那是要当然。哎，红云阿姐啊！哎，阿姐，要当你搞个小姐妹了，你这没好啊！我也没好，可总搞小姐妹性命在看不得，扑牙舞起个大水，不是虚的，把捕手在那一步。加上那红云胸口的努力衣裳大，一步抓了嘛，拎过来，分两人把那个小鸡上一抓。扑牙舞那红云身体这阵相对上像当一声，长了，太了之外不收拾的一个找水位要不灵分你，那让你胸口的几口臭。痛得个红云作孽，眼睛蒙的黑人人，金丝的苍蝇浮水浮水。就说两只脚外的当空的，人离地也上层的，因为不拉扑牙舞，苍井上相对让努力出，人第二次上去，可不是胸口的这样抽什么难痛的能个结棍呢？哎呀，金家的出事我对个人在有个人的指示的，你都在让女士往里向，有的俺们专门披上去，有的么专门贴饰去，有的么专门守候去，那么扑牙舞呢？但还扑牙舞的专门打米去。那么金家的人都一打起米来，也不是用耍个饭路，用通个大路一等于当时要塞个半袋波米的嘞。接着这个杂碎抽到第两桶水一菜嘛，给点米上去。你水心里像个垃圾要补充不回来。你像现在拿那红云当米用几口几，跟那拿得出。图要不想当吧？方姑娘是个当红云，一起你光有400公里，跟责任上客气。但还奇怪，这是撩起来一进一光嘛，又怕一个空。耶，哪的嘞？咦，觉得这比不斗特子一头子，那当你个情况当不上呀？所以的扑牙舞那个身体里的里拉黑，那个雨水用进那里向里让太进嘛，个它周水是要斗特一头子，那这的两只只平拔一粒，那两只水是一样样斗。看不上么历水是拿找红云的找水一方，那一方嘛红云的人投来的，的小家刚刚落地嘛历水7个找水，穿一进一光，红云哪里去问？真的啦，地上这同米问，哒啦啦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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扑牙一口哟，上刚那的跟多要看路了，分家的这个找米本特水，滚到白龙地。红云的身体上快下去的辰光，肩胛上地上向一直么一个10天更多。扑牙舞像个生意做是做的，本地还是要翻，1948年有啥讲？那么两个不下去，飞起个到雨水，冲当了1300起。那么这里关到周岁2700起，该场的也发财，问这把的觉得非要太高哈子。
分析的这个扑妖的妖精不起的，那往往有这样一来，有这样子妖精不起，要的刮一倍，这还扑妖心里想不靠了。那是我今朝让他上房门的辰光，今朝我身体上袜子，浑身在是伤。嘿，看上去今朝在顶啊，怕是扑妖不让像贴帽子双盖样。一个不高兴不起。你看方姑娘说当一进几光400动力门，我来用子叫把推着一推动力中手。本家的扑妖啊，来用水的一个人的水的低于2亩的。这个价500文成，扑妖我早早底西来么来想你这个价结果结本，这个小这个古代的人去，这阵红云的小肚之浪，长江南海人的海靠不了的，等一家火气不收拾，在一那么红云吃不下。红云爱是你忙腿外过的一天，牙齿眼睛绝对眼睛上着一天毛龙口，自己想在还把摸出来了，细思过去，扑妖努力口，哎呀，是这个吧？哎呀，长江南哪能够不进的？自家头名气的头发是还被人家不进的，那都不好在笼子里明出来了。被俺们上边把那身家的人不招了，这个是我要抵命的。我待会是同龄人自己让民工的恶意地把快对他嘴巴，扑妖的是。就一个外面忙雨门的大个条白龙，让奔出来，一大头没大个头，带有流浪喷，不要有人栽上了。分析的南门浪带出来，方来枪子三娘娘一出后门。请三娘娘上家以后么也追着，临时追么方姑娘说弟弟人的可今朝你几个人来牛要几个人走起，不能缺一个。但是一点人里面缺他一个扑妖，要不呢？方来有什么子嘛？礼拜日提醒熬娃子，大东西。假使扑妖不来了，这昨天你把那身家的人抓来，这里要7块钱。那么那你从新外厅去当外夫人，今朝我要揭发上面，所以他让外头等。分析这个口语们的老爸爸真正一个好人啊！你看见我三娘娘接得起是开心啊！一想放来，我们的句子三娘娘们好追追呀！啥个经过跟他门口不追啥的？我不也不让你老太太晓得我三娘娘再追来，那么内心开心着。来不追，我还啥子？我要关门子，我有门关他手疼我多点子。这个老老头房间里出来嘛，到海里来关有门子。所以那时车过来关有门，我扑妖我浪背里噔倒出来，扑妖一大头嘛个头带有的浪奔，一进口有的有人栽上来嘛，分类性水里有个口有门的老爸爸。那么老爸爸你有那就知道一分伤眼睛，还不晓得有个人让奔出来。扑妖腾奔这个快了，到老背里面个啥几个这正老个背心囊噔一声，那么呢像这个老的拿起的是，这扑妖这个几个刚房门啊不离上去，何况那个人，噔杀了那么这个老啪一个70根多，对他地上摆在来不起，要不一个呀，也是一个也是一个这2个是一个。还说个老出卖的扑妖2足以内么让老个头浪砰跳出去。那么我是一个在扑妖啊，这个老娘让带了跌到地上，想等一下再讲。扑妖一出后门，接应方来看见要么这样来么要进上去，叫自杀的喊无声，扑妖叫话，跟了去只不得方姑娘都讲着。方来说了，家这里门里说要把小这个，你说哪回去？我听熬过，我晓得你其实熬过。俺看见红云，我看见过。俺我当的，是要靠，是要叫的专门格局。你当几级？
门里打机器，那我是第2、3个没有82上，都是2级，扶贫扶举，都在电话框那个中人在这个地下里不合适。我当1级啊，当1级我当1级，咦？哎呀，是要么叫你家办法那个可恶，那办法怎么说的不都当2级？4包动的1级嘛，1级手1级，娘娘不会多老部位，说不都可2级。我要黄姑娘我们呢哎，当红名的经济光么4包动的哎，那么体教就提供2级，体教哎。是体教不懂的啊！你太大来讲水分讲讲不懂的，不懂的个哎！啊不，做啥？帮我贴啥子？哎呀，是一个人，你拿去贴啥子一个你？是要不的你是付费呀，出气呀，贴你7、8你光分开来贴啥的个呀？那么男的得罪娘娘的不罪，身家里要寻找你娘娘的，你都要给予面子的寻找的，你是讲来没孩子娘娘的？不要不从人真有道理，是黄姑娘来多灵。假使红云西特，我不要他的喜事一劫，我地名一生做事一生当。红云不信，我不要不改变，这不离来娘娘好有道理。不都皮克家自带金咖喱，丁家出家么？我三娘娘才进去。叫啥个三娘娘大道里向一口么自家个儿子金宝哥哥那深深已经飞来着啊，心里想够这个金章里，娘家真好，非得为救我的性命，而且呢，个弄我儿子救得来了。是干呢，我等他给他听信的，不是我切记儿子，我身份两里，我女我不让，等他叫出来，我好好这样让你了，叫白梅林上市。抽死我的长得买起来嘛，都比我在吃点心，但还不人在吃的落水，让个扑要不错地方了。你刚不得俺讲，一生做事一生当，地名么武器，到底地名要破是到底破，也是一个人，哪吃得了？我刚才扑要水呀，等到金龙娘娘走来，娘娘讲不大家听，但喊我看见红云的，红云到头听上去，到他门里，就他要打的声乐，要打的出气。我看见个，那么扑要不定心，你不能定心，一定心不都灵我。7浪外，雷波不浪外，可是同比赛个苦劲大，你不吃麻烦哎，吃么那15、20分哎，就和个进步不得了。怎么样？扑要么等些吃门，我怪这口语们个老爸爸对他地浪，等到地浪上摆起来嘛。哦，门外在不落的，对面金家里个人，那等当来零散去，到底不怎么白的外语个也西瓜。哦哟，来到好子呀，再来一个家，把走来一口人没得不，他还在口去白龙口地浪，说吹上写着了，啥呀？但我得困难地浪。来向我要去口一口，我与们关好15号么来要进过来，但是的白龙区带地浪一口么不是本人的还红晕，智力像大魔记者，谁要肚子让打他一脚，痛得了死得去，来一口没有什么子，把他金家的一个人进这吃到只筷子，哦哟，我当啥人了？说你也有这样一个，我们当那么种还不人，自家种不到哎，说你还有这样一个，蛮好，可惜啊，哦，我也要去把他一混，来外子里去么口两步，还不去揪心里，还不去告诉了太太，也不对口对不能打打，让来么外的自家房间里去把他一混，那么红云安息分析。把那扑要一张痛得了死过去，可是一些妹妹家醒出来，眼睛张开一口嘛，大年人最头子，红云这一块上风，今朝吃是何以为来的了？
随便那不我就嘟噜，地上一个飞身摆在白龙地，我的同米本一口，两头狼木来子围在泥房里流浪，然后狼狈，一只水面孔上一蹦，一只水鞋肚子上一沉。大房间里一口泥娘娘心里吼，才是那个看米汤时，反正我不会吃三味，心里一吼，我的同米本忙正带浪，当啷啷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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一堆。你娘娘来下了，你吃四张粽子，可是10个岁头才得来了还，等来米汤是大水。我还是妻子这样半年了，女是空米本的，我要拐高上面俩要后头。川哥，是妻子这样半年空米本的，我要拐高上。哪得的？米汤师傅看来了让在我厨房里推追去挖的。啊，你想什么呢？我不让吃嘴呀！你哪些等我让吃嘴着？需要老面米宽我了还挖。米空是吃子泥包了呀！你娘娘，吃嘴米空我2米3红管，你看我1米红个呢？你哪红1米个是啊？你困到春灯上吃饭？是不吃4个嘞？吃子泥光还困到春灯上吃嘴。嘿，你娘娘，不说听小的改病。刚才王子对你娘娘指明我离开米汤时，就在白龙里听见三房里有天上个人噔噔个人噔噔，我来一个你们放来领个头。哦。见到三娘娘到了一个粗沙堆身上，不里都接仔细的呀。不要细夸嘴。那么我的上课也分开呀。三觉得自家毛三门不熟，还一上课也分开。见到本来当中一个粗沙堆，拉起来一记泥瓜。一记泥瓜。我对啊。痛家。痛是痛的嘞。红月啊。本来我南安泥瓜是那样的娘。是的。你吃些个良机的嘞。金龙娘娘当行门当得听到那努力长长2斤泥瓜嘛，这个痛是痛的嘞，凉了些。但过些因子体些我得发了个之后的，我得手里里你好了些。吃那个泥瓜。一只泥瓜在电器室里。这上不里拉起来，弄我踢一脚，痛得了死得起的了娘。也死得起的啦。这让我得抓。血肚子了。你娘娘一口嘛。加上你口角锅里的塑料浪滴出来，踢上一脚。哇塞！嘿，你娘娘，你是欢喜我乖，这个今天我吃到是口头子，这个哪个你们最特的噻？金东娘娘为了动听了，你要在动听了，当我去寻找金东娘娘，要到小地去口气给。什么让我去寻找金东娘娘？嘿，你娘娘带你看看那盘上个车了。我去寻找金东娘娘，我管寻找你个，我过去寻找你们，还不吃水，不吃饭了，好得来在了房顶上吃粽子吧。那么不里还是抢了一记，还是不到拉起来一脚，那么大高弄的人还不像。红源，我的那时那三门浪嘛，总归了浪个在。我妈我不特个在，我可能够马虎嘛马虎的。那趟是半夜吃个口气门人啊，带了他们一起。就他替来做主啊！这个，红云一听嘛，平常你叫你欢喜我才是高，今朝我吃次口头，你不帮我吃啥？可是我不会去的，低贵上风，我哪怕陪没也陪我去，记他，谁觉得不这样，莫被么流浪下来。实在的，我听了一口金东娘娘会受害了嘿，你最带来他门里，嘿，来他到了上头。小的红云进来，他磕头，老他一口红云出来啥的，呀，对方蒙送200的了。红云是到此后日。嘿，来他大不还在，这个上人都这个方上有，三娘把他南岸放来接自己，来当中从手里拿小的一记泥瓜为天家，痛得死得起的嘞。嘿，来到大那天小的这是个娘。原来是此。嘿，是呀。他听上门了，有个种那个事体。不走来在京东娘娘妈妈被告了那受了浪不走。
我奶酪打烂我个身体，没好吧？好接着吧。我外头必定说理想呢，忙得了人才当上，红明通得谁得起？让他机上，现在经常退起人，红月先去哀歇，白日与我太太在此。都要子来他让红玉莫忘记须子。让他不走来带京东娘娘看看那退起么？我身子硬虽然叫跑得起，留下来我三心五急的机会要看个窝的，来回讲你个是要背。今朝没不过来吃了喝了好了，我好人也要发坑。那他不还面孔一摆，怪气间，对吗？你家婢女方来，太着气身。京东娘娘才听开来，听红云滴多，是后门方来拿三娘娘举子去考过，三妹子举整个做了个啥去？只要第一女，我要围住去的。现在听来他浪是，不过方来欺人太什么你告去讲哎。啊，本某怪气间，像我家方来，你是个无妖的，怎看欺负本某？终于差错，被神将他知道，对不知怎样欺负本某家？哼，你不晓得个，谁是男子事？他不应该把我家三不一抢去。啊，哪一个三不一呀？哎呀，不仅你光来接近了，哪一个三不一呢？你才不晓得个。老是三万。哦，娘娘听见的是三娘娘不义，错对来着，那我还对。面孔一背，西面嘛是么些本眼睛一对，这流氓真的不流浪说上去。哎，本某你真差了。哎呦，你他不是男的嘞，弄错的。你见没见帮我这里面说不对有个男的，你耍个理性的啊？但是弄错的，我要听你刚刚去，我耍个狼错。怪天见，老孙插在后去。你为不错啊？你哪个想？这三娘娘不义，以前我带给他冰口府，你也没非要讲到三娘娘，讲到李总会现在上现在多。那么谁讲到身家里听听就，罗里一个人不是三娘娘以为，我内听这是你不义。那样子错的，本梦哇是。
心思，聪明的不山想才不出去，伸手为主不出后，大义大德，俺那是你不一样。这种心无呢，还有福气给，可是你差了。哦，他带里口口内口的以为特别当真，不是想的还是以为个什么比当，不出去雨伞无尽，我新娘里出去不想雨伞无尽，你也晓得里人没不出去。归当子同门的让字母通给呀，那东地上怪体间，我想雨伞无尽手小日，他不应该把我死的金钗生相生翻，口日不已。哎，不毛，日语差了。他倒想我，头面的嘴里他还不对让一来说，那姐们叫把我说么一经错不对，但还也是我错。老身差在何处？我也出了路的了，那个意思我觉得过。是三娘娘警察神不顺房，这里都字不通改。你哪说得出来？按三娘娘为口中第五人看，谁别说你不相信？我随手里头预告子，属于身方啊，三娘娘提身方手里字不通改，那么你也不对门不顺方嘛，夫妇也里负了，那么谁别少得哈多。今子年子看得懂给知，你忘给你样样在于了嘿。法中知否心虚三，不受理人一生，别送的别急，也送不中差的这个。那么三娘娘自个还有的，哦，自个不送，我那5个风流警察送不离，是有意思的。你哪发现呀？那么再讲顺方，假使东高娘娘送不了个别急，而是里外插了流浪的，我张婆婆你不晓得，我快说吧，做戏呀！警察插带流浪，你不晓得是三娘娘吗？晓得是三娘娘，我们是随便哪块插了流浪？可是，这个嘛，哎呦，老太一听死了，我可两句我都有的了，但一点点不满嘛。对个呀，那时候都字不通改，35也不么子不离，上天8不风流警察，身方字不通改。不离个警察里头打了流浪，打的流浪是说明这个身房里不晓得是三娘娘们，不吃了后带有的的，这两句我得带，不过他倒想我不能是那带，那带子嘛我也被错的，根本难，是那不跟我这很安上的，怪体检。想一家，只晓得一家日，上一大么听不再怕人见。
家上，我们沈家的事情不要你心惊的来不？我的屁呀！老太太一下么一个死样的，哎呀，你去！京东娘娘去叫写出来，嘿，那个来他，把你个方来说啥？方来说的，跟来他不得，别开始吃的有。那看我喉咙一下么，你不下？别个娘娘讲，我当然是听上个。那天看我正在凶啦啦，讲啥的都给他来硬唱歌。我是为何？你在讲糊涂了？将来事体听上你要讲我个，因为我确实是娘娘长事体有望，这个让我努力再在农爱去试一遍。本梦哇！龙福天上，我讲历史。假使有一日，警察事体水落石出，真相大白，那么那也是没人了啦。别个那学生刚跑去解释来了，我不放开。是非你个亲自来的等人。不放，不要来来，天子言对。他倒是来让做梦，这个意思，这个人叫不给。让我来迎接你，让我迎接嘛，凡不能罢了。娘娘红上立起来，黑上违背帝君，不这个好天气的。你忙外头去嘛，来他忙里想去。他在自家房间里说在让伊那么活泼活泼，今朝哭啥子？不然把人这样欺负，不如我的乡里多东西。今朝个部队让不里说法，非得那么浪哭，但还不比个生日的娘娘弄家。一想京东娘娘来个辰光，你大家出去，这个现在京东娘娘去在不还一个人家不送，干不送我也送，生日大娘在那背里送出来，是送大家听那京东娘娘上街。富水白过海上家们里我和我家们里上海家子穿的身包在健康了，刚刚要行动嘛，都娘娘骂人的，你都去包地没有哈？家里头话讲是娘娘是妹子啊，哦这样，那不是说我是娘，你是娘，今天你手上还一出去啊？这个潘白怕等这个是我个葡萄的，你哪不内外人？京东娘娘说啊这样，你不会来他。你是个老差不的，我个葡萄糖。你方呢是个你这个老差不的红的。哦，但是都关于啥叫舞台？北亚开子了起来拉走。我那时凶，我有那起码是干一个老他有啥个面子啊？对啊，那你们三家参加八姐妹，那现在三妹子已经到这屋里3起在，我们现在也走起在，对吧？这样那样，你还有起劲了。你还有些那有些没得去呢，但我的去你3高的CV，等人家说待会是5岁的啊，该到3房新屋2房在这内屋里面，你该搞人搞手啥个一吹，来去吧，你看第3妹子么当个求求你，海里心里想非要难过，等到风雨稍微平一点点嘛，我到内屋里来我来忙忙你来求求你，晓得啊？我京东娘娘家自己。等到京东娘娘家子一起么生日大娘大吃屋里外头是干嘛的？东娘娘晓得个，不他现在么糊涂啊，是想出来，等下想出来个。你就想啊，京东娘娘哪这也不来，也不来，说你初5你屋里出事体，今朝初6岁来，阿为大心武器，差人不信不离海里来的，不他要你信我个。唐时阿婆来喊我去问我人来这里也不会说句话，可是我面孔马上长得虚红，事体要弄丑办，那么哪你这还不见面嘛？不打理帮的弟兄，刚才我的假使来他来请我们那位的拿商品嘛，这不里猜着，来他或者一般想稀奇，那吃了或站不来，不来，说你出的今朝里来，阿位大心武差人去海里来。
我来拿到新闻还得来门里去。这还差天下我对来清晨日大娘说，让他亲力气嘛。董娘娘不比我的比来外的是你董娘娘让他生病，耍个毛病发口气。天下去外父了，他不来，他享福了，他刚刚没好，13里生病都明白明了13里的来。今朝办不到的门车不科技，去年不见面，谁比上虎队上3年皮一个嘛，这个虎啊妹妹家太走来才。别过来，他想来吃了后再来凶没用上的，还来弄3星我抢得几有啥用上？这个新闻我当你洗头噻，我当你不，来弄我身子打的几有啥个用上？等到下个16岁某步，你还要放你走来，你走的不能当自菜，这样来等到身子走来，那么我到底他身心，现在的3方我到底不走。3年子马戏的，3星5当里戏的，将来实力的叫3王，那他马上会在某两师傅我单王黄门水下，重新收一什么贴两场风的，这个3王里当里不在。那他们在看，我在国家经常这几家子卖块浮斗皮，可不到自家位。大家听到评价出家么，我的阿妈娘一诺京东娘娘的待一下。大道王听到3娘娘口气，经常是来么要经过来日破，双子为下都是恩子，家里恩子。我老人不来，我是要写的，现在我第2世，那谁才跟我个爷娘，京东娘娘要进我的采起来妹子来特客气的，这把姊妹应该不与不同下与内动当与内不当么帮上个姊妹起来，别个是妹子啊，我是要么这样的，要有一句话当来说是听上。我老人都不他们有一句话，本我是讲啥个话？我是警察子体分明白我爷那意思，警察子体反映于明白的一年，也难走起我说的，我当来他说的，也你个亲自来去等当，半夜呢老他来听我放，本人来听我不放，那么你阿不能喊你都不他说万万不能。那么3妹子将来不是干一年你不讲我不讲那意思假使雨伞一年你都不他也难走了，难不能走吧而这个一句话我也背一背这个妹子呢也不我背也理来这我肯放3娘娘眼里过来是这样那边去还是样子不是干一年非要出自忙体态我是这个有望的体该个是不错半个日子那么娘娘怪这里妹子，那么那来菜非举手，给大个屋里就是哪个屋里，我去耍你啊去耍，我做耍你啊做耍，一定别举手，因为警察就是明白你给他等于是的哩，一个人还一时举手的，非哪个啥个，这看你们不经意听门啊，一时不来是的。大概京东娘娘那副高房开的头上狗比怪着带着小上么3娘娘困。小上都比过张铺么金包姑姑替拿生生喷，还是一个房间里还都3个人噶，那是难忙得来。京东娘娘在海里反不破，你要难忙，一个男人不走不的一起，你挺难忙的不东西。那么一个人讲有这个小那么讲你难忙，有难忙的还在了小男身上，大人难忙出来总归积木了，有这小那个是难忙。那些都补上市场呢吗？些都让补市等人带来个补到地上去，有别的有的，那些也难嘛，是也难嘛，尸体也都不晓得。而且京东娘娘怕2个我的专门服侍3娘娘，一个方呢，一个书记，一个是恶王，一个是恶贼，专门服侍3娘娘。今朝方来替3娘娘死头，那么书记退场。收进之头放来推上，那么武王到武贼嘛，还有啥分别呢？台湾一只地址，那么台湾的少郎想来做啊，叫啥个收进推上里发发有啥门子？这就是他放来推上，一个3娘娘正对上3女，正对掀开来一口嘛，带还有一块酒的烫烫的。
死在高头去。我第一趟口去不拉新郎，酒里他的大喝浪一浪，狗子一样，牛气是拉真地地。那么门在苏军腿上，苏军在黑也不口气上。再门在这里也是放在腿上，但是一口气针对两山女来一块软酒的。那么放来一句，这的我往里。这个山女的还是三娘娘压力下了那哭，出恩爱的你，还是压力下流在。加上放来去弄的，是个酒里去闷，他是晒土有点气密，爱里那实际当上去有点海绿绿。你看你为啥上皮的？你在贴上去的是海绿的爱里。我也不说什么，你自个在困得正对上去一看，他是晒土的这个小女女也是为活的了，精致不比，眼里也上一点，你的衣裳起码让眼睛不比。哎呀，三娘娘每日天要地方去恩爱，放在像个张事体不得了，张大事体啊！被一个是娘娘，三娘娘去恩爱里。一个女人出恩爱里的还顶顶伤子，说着完了嘛，让哭出来的还不伤，顶顶伤就是恩爱。搞不京东娘娘听不京东娘娘龙不懂，你等下给他手的春心上天出恩爱里呢，放来说你等下给他有3张事体发比，那个头面我就把在男子里背后的3张的才给告诉你，哪3张？你都说是可以。第一张三娘娘等那给打，你不能给臭骂松懈，还是不比？你都是你夫妻恩爱的身边亲，谁要西凉上岗的，趁你个新郎要把绿把子，金家里客气的内口里的把布跟扎拉里香，这张里不比。喂，娘娘一听到有点音的，那么第二张不能临危一百。你等他自家屋里想想到男人增加过的磕得2个头，夫妻之心给他客气，不能够就第2章不比。这个句话里头有点道理。第3章不能够好大过。来讲你做出来你过上的安哪个也可以。我刚才已经不他欲望的吃不通改，每下屋里不等，是了那7-8姊妹屋里那代的最好么到底本人屋里，趁李新郎就好大过。但是给他客气不能过，那么你只好去恩爱。第3章不比，而且娘娘说的是你7-8姊妹，你3章不比是我也娘的3章在比，这2章都还有的。那样子马上看来真不大好。我的不比给姜太公在这保护经济，那样估计来真不够。已经讲那个祖宗7次往事，你不晓得个心里多去受害者。这个都没个好的大哭那样子，还是每次今朝的那没啥子，来开场大哭了。这个好人好讲唔帮是哭手啥个一切。放那些娘娘那个落的银子的3章才可以比。娘娘说银子不在乎，我今朝看那里，你说是个呢？到底他2股4月里定一年的，让做一的，让不了身边亲。这2股4月出高人的然后呢，经过去从马中卡。经过去临危一百呢，经过好大哭，那哭啥的眼睛，那哭啥么的都也是大上上一来着，3章才可以比。那么娘娘说没比大完，你今家里有高哦，大火无饭肉，还王林去不行不当岗，你才比今还去。王林说娘娘，我去那非要带你高里去，我家在那一只欧当，小然后后去3百有3家弄第个他欧当就发火。你们说这是刚刚屋里不记得发活动的贴不人在，是我听见是你头要金龟神，神经得到欧当的气息，南地方人去休息过2趟的分水车。那么南地方人啊，别个外边面口花出一些的人光，你该想起这的身边进去做大人，你要去1天的。或者你在是女生嘛，经过4米可以唱，4个人王也喝几口，都要不拉海边把烫死了海，该抢把你水出来一胃口气。
三娘娘一得三笔，那个一人男人，还是一笔嘛叫一对四笔。娘娘想领个都蛮好，不晓得方来里自个还有一笔了还。你晓得发火屋里向外头屋上买领，你想去多一当外头去，因为你个非婚夫文戏，把那京东娘娘当得去，出去做小岁在唔得。你想去多当这门兄弟口，我个男人到底哪里是兄弟？所以你还是一笔的，该抢一对五笔了。那么你是嘛是一笔，是俺一来嘛可以是3岁发火屋的，不如个事业10不路，这个一对6笔了还，听可以的听7笔的。差不比都我起来，京东娘娘跪在房那个门来去，叫说方姑娘马上落实2银子，那么还算人去定的让你，今家里是从粉丝最特意了，对于2位口语们精心年纪定情定能够，2银子把他精心跪在精心，来到发火屋里向去定的，让唐氏里多门那个头上做不耍人，来phía是车就不拉生病情。你别是，你当一句闷巴，我理不了，无理无的。这海话当中的意思呢，想啥这个大人们走把你都要个，还别啥去。你爸爸里头、耳堂里头、面里口里头还有惊慌之色。你咱们台北里头，你多几日空，你就是几100点800里头，12银子嘛放了里头大，都这12步。我听那外音晓得，方来不等那中门跟谁听外音？真正银子一来，玉门也这么追闭门出来，实在给他谁让弄地，后去再背一口，发话，哎，在，我们归了也去过来把门，开开，开开，晓得，这叫老不不让当手。老伯听见我是把门嘛，不叫送礼，离不开个，不要门厅上做上人，因为金贵是的嘛。现在金都要已经是4个字，把门里面带都开门，哥收起这3门一开，打到外里嘛。哎，因为小路说，七哥，哪位是什么老伯不？哎，老伯不。哦，你多少人讲？你呀，哼，你能啊精？老婆听见的能啊精吗？里头今那个精下来的，20-30的，精家里带你不往来嘛？不要么说金贵生是让你恶当的，为个装的臭帮子。老婆想，这次还叫他心里面空浪想不能给露身手你都是金夫郎想来的，哎，还有啥事体？奉旨你娘娘之命，与妖精之间都当高，要委婉都当高。老郎，听你出来谈谈。啊？哦哟，没有对不对？但是要委婉都当高，这个要身上有主持的。这次阿郎，您是这个老郎来刚刚出去了，这个什么啦？到底老郎不老郎？拉海里向。阿郎没好听你出来这里谈谈了。那么现在都是拿理想来庆祝些。唔少吧？临时一路进来嘛，考场里庆祝。别客气。那吃白薯呢？老了。一样东西这个吃上米饭来人项目。那么呢，请入新路去请当高出来啊！快点！老吴的理想来当队当高，当高是他听见要好的，但京东娘娘差人来，要委婉呢。老吴是口上下为京东要的事体抽帮，当高一听没有好，是不你快点开玉门让我得罪，要是你得罪出这了，我到底啥事体要分晓得了？来出去帮助你再说。把事云我让不比，这句话你能够回答个，你回答是不能回答，你带我口口云我让。老婆怕子胸部那么当高带的，一大头出来，到靠大门跟随，发布要进海山，当高出来，当高是他要进南木之水，打进来一口一个锅嘎，
出光为心龙马之人听死被大魔对手打上来不假兵役犯心哦，哪位就是当高真日哦，没看听着吧，不假听着有啦的大身体走定但不知今日大事与后会哦，没事的老夫先生啊，刚刚嘛带我中心药现在还唔得事体俺不讲到底啥事体那边新节呢事体是如雨滚让做欧大里向定你的头上当告诉他听见顶头上么好的今家里在经分析上人呀虽然金贵生是来欧大里阿伟的都晓得金都要死的有些不敌苗头本在当即不晓得来顶头上的这样子对老婆看看么老婆想我来这个头上还是做不了男盲人的你还是女盲人no这个嘛的新盲人你还是旧盲人不然有嘞哦哟尽管生死谁都不然不讲有句闲话不知应该是那来到中国山里你到金家里自家有所高的让他花费以后欧当比给他都是他多那他自家高里不起来都要来挑给到小欧那这规矩不应该是俺们的介绍你来不吧这句话别是内门哦我问你娘娘我说娘娘这走台上面有高了啦那上天不人高在动的你娘娘是真心啊你不晓得你高的两个四狗在不规矩如果不是那样式的哦哟老婆像个指头没有生意还做噶后面的你不能做那么以为几日来做的让你都几日空你都几日来那么今朝你空哪里今朝你空哪里今朝你哪来得及你今朝你不来不及要明朝你来不及明朝你不空山上老王太太失落的呀我有呢有你落太太这个月里不空下个月还不空今年是非常有空开你再说吧开你再说星期三要4个来一年大家弄到开你个哪来是那么一时不吃开你都为的是本人搞了做你不是俺马门可是现在大不用啊这还去来起来也像这么富裕当中在波边一口2米2根顶日上过2块宝给这欧当的事干所有的生意在跳那个宝浪啥人搞几日几日都少个台上几种是他那楼里在地上晓得清清爽爽一块葱一担我不一块收了担我地一口我们葱一担13才有人搞14期一搞不来老不吃血的哎呀好老吧不空还是你一个人只口来吃个不怪你开你再说吧开你了那张都是眼睛口你不空不空从一到13是有人搞14空了还有14一人14那这两人知道不忙记叫你娘娘要来个王师大夫根本不分多都没这为你师傅早一半点当然14位妹妹讲人子坏了往最么老婆脑子人子跌打不从摘起来一口没吃下去个老婆就是个点海外再不了么你拿3米乖歪进去人子把他当高说你听不做个做啥金家的汤是真正晓得金官生是来欧大里你都不得让靠起来顶头上了老再来做事故可是太太有点疑心你叫我金官生么是抗龙是不事体不晓得别人民房里不么是3次他房里金官生个名堂顶多呀做子了保卫了还有个摩托人响亮呢但还只争起那个摩托人靠那皮头当中你想靠那个的像种恶意的不晓得毛病出所以那么京东娘娘来3岁发火